Hello，大家好啊！歡迎大家再次嚟到發現號啊！咁今日會講咩呢？繼續咧講下一個外星嘅種族，因為我發現咧外星種族呢個 topic 咧，每次咧可能個一開始嘅流量都係麻麻地，但係之後咧 keep 住咧都係有好多朋友聽嘅。唔知係咪咧每個種族嘅星際種子咧都會吸引嚟咧聽翻佢哋咧嗰一集嘅。咁啊，今次咧介紹嘅亦都係屬於好嘅陣營嘅外星人，就係仙女星人啦。聽個名都好靚啦，係咪啊？咁每次咧介紹外星人嘅種族咧，都係嗰幾個方面切入噶啦，就係點解開始會有呢個外星人嘅傳聞出現嘅咧？咁佢哋有啲咩背景資料啊？有啲咩文明啊？同埋咧佢哋嚟到地球有咩使命啊？仲有如果咧大家係呢一種外星種族嘅星際種子嚟到地球嘅話，你哋又會有啲咩特質咧？咁今次咧仲會加上咧60萬年前嘅星際戰爭添，應該咧都係有關仙女星座嘅人士噶啦。咁啊，事不宜遲咧，一開始咧就講下邊個人呢，就話有仙女星人先嘅咧。喺眾多關於仙女星人嘅說法當中呢，有一個極具代表性嘅人物啊，佢叫做 Alex Collier。佢自稱啊，由細個開始就已經同一個來自仙女座星系嘅藍色外星種族接觸噶啦。根據佢嘅描述，呢啲仙女座人呢並唔係用傳統嘅方式接觸佢噶，而係透過一種極高科技或者咧係高維度嘅方法，即係咧將佢嘅身體原子級解構，即係咧就將整個人分解成為能量嘅狀態，再傳送到太空船上面，然後咧再重新物質化佢，回復翻佢本來嘅形態。喺呢啲接觸過程入邊呢， Alex Collier 咧就聲稱自己接受過一套非常完整嘅教育，內容咧就包括宇宙嘅歷史啦、唔同外星種族之間嘅關係啦，以及所謂嘅更大宇宙社群嘅運作。而喺佢嘅眼中啦，仙女星人咧係一個高度可靠同埋仁慈嘅種族，並且咧對人類抱有正面同埋幫助嘅態度嘅。咁啊，略略講咗少少背景啦，跟住落嚟咧，我哋就講下咧仙女星人咧一啲嘅背景特質啦。咁有人咧就叫佢仙女星人啦，有啲人就話仙女座人啦。咁咧就喺我今日嘅分享入邊咧，兩個都可能會聽到，睇下自己個口咧，到時係講錯邊個字嘅啫嚇。仙女座人真係存在嘅，傳說中最和平又最長壽嘅外星文明啊！喺近年咧各種 UFO 同埋外星文明討論入邊咧，仙女星人咧係一個經常被提起，但係同時又充滿爭議嘅存在呀。有關佢哋嘅講法，大多咧係嚟自 New Age 圈同埋靈性傳訊內容，而唔係主流科學嚟嘅嚇。不過咧，正正因為咁，呢個文明嘅設定咧反而更加完整同埋戲劇性啊！據稱仙女星人咧係一種嚟自仙女座星系嘅高智慧外星種族，外表咧係類似人類，但係咧更加高大，平均身高咧有2.4米，有啲甚至可以去到5米添嘅。佢哋嘅皮膚係呈淡藍色或者係天空嘅藍色，冇任何嘅體毛，整體嘅外形纖瘦而帶有一種脆弱但係高等嘅感覺。喺生理結構上呢，佢哋同人類一樣係屬於哺乳類，但係有一個非常特別嘅特徵，佢哋咧係會喺水中分娩嘅，目的咧係減低出生時候對母體同埋嬰兒造成嘅創傷。除此之外，佢哋係純素食者，主要咧以植物為食，完全咧唔涉及肉類嘅。更加誇張嘅係佢哋嘅壽命喎，傳說之中一個仙女星座人咧係可以活到大約4500年，遠遠咧超越人類㗎，而且佢哋具備高度嘅智慧同埋心靈感應嘅能力，即係咧可以透過意念直接同人溝通，唔需要語言嘅。但係最關鍵嘅係唔係佢哋有幾長壽或者幾高科技啊，而係佢哋嘅歷史啊。據講咧，喺幾百萬年前，仙女星人咧並唔係一個和平嘅種族嚟㗎，反而長期陷入內部嘅戰爭。呢啲戰爭最終導致佢哋嘅母星被徹底摧毀，成個文明幾乎滅絕咗啊！經歷過呢個毀滅性嘅教訓之後咧，佢哋徹底改變咗自己嘅發展方向。而家嘅仙女星座人咧，唔再居住喺行星上面，而係生活喺巨大嘅生態圓頂太空船入邊啊！呢啲太空船咧係完全自給自足嘅系統，入邊有森林啦，有海洋，有雨水嘅循環，甚至有完整嘅生態環境同埋動物系統。某程度上可以理解為一個可以移動嘅人工星球啊！
喺政治同埋宇宙架構上面，仙女座人呢亦都被指係銀河聯邦三大創始種族之一。另外兩個呢，就係天琴座人同埋上次講過嘅大角星人啦。當中呢，大角星人同佢哋嘅關係呢特別密切嘅，被視為盟友甚至朋友嘅。除咗大型銀河組織，仙女座人呢亦都自己有一個內部組織叫做仙女座議會，負責咧管理同埋決策嘅。有趣嘅係呢啲傳說唔單止停留喺外星嘅層面，甚至伸延到地球嘅宗教。有講法就話印度教嘅神奇濕婆其實就係一名仙女星人，只不過後世流傳嘅時候就出現咗誇張同埋錯誤嘅描述，例如有4隻手同埋特殊嘅髮型等等。至於佢哋對人類嘅態度，大部分嘅資料都形容佢哋係仁慈同埋願意幫助人類進步嘅存在，目標係協助地球走向更高層次嘅文明。呢一點就同昴宿星人同埋大角星人嘅設定就非常相似啦。咁每一次我都會同大家分享唔同嘅文章去形容同一種種族，因為每篇文章可能佢哋接收到嘅信息都未必一樣嘅，咁所以都同大家分享埋啊嚇。喺眾多外星人傳說之中仙女星人佔有特殊嘅地位，尤其就喺靈性圈子裏面獲得崇敬嘅，係因為佢哋被描繪成高度進化、仁慈、充滿智慧同埋無條件嘅愛嘅外星文明，象徵人類追求更高精神層次同埋宇宙合一嘅理想。而大部分接觸者嘅個案就話，仙女星人具有接近北歐人種嘅外貌，喺一定程度上符合大眾嘅審美標準，同常見嘅灰人或者蜥蜴人相比佢哋嘅形象係更為正面嘅。有好多靈性嘅敘事當中，仙女星人被描述為比人類先進數千年。咁數千年唔係好多㗎咋。咁我主觀地認為我覺得仙女星座人比我哋先進唔止數千年嘅。咁我繼續。咁佢哋擁有心靈感應啦，長壽達到2000歲。咁頭先分享嗰篇文章係講到去到4500歲㗎。咁我哋又見到一啲嘅出入啦嚇。咁我繼續啦，以及高度教育同埋精神嘅修煉，呢一種超凡導師嘅定位，令到佢哋成為靈性追求者心目中嘅榜樣，正正引導人類邁向更高維度。當中最吸引大家嘅係佢哋有時被連結到麥田圈、宇宙議會、星際委員會等等嘅神秘符號，提供咗各種宇宙聯繫嘅想像空間。喺希臘神話之中，仙女座本來係女王嘅名字，後來就成為咗星座。雖然表面上係冇直接關於外星人嘅描述，但係喺中古時期嘅占星文獻裏面，仙女座常常被視為異界嘅信號，象徵住未知智慧嘅降臨。而喺近代亦都曾經出現過唔少嘅目擊報告㗎。最著名係美國退役空軍中尉頭先提到過嘅 Alex Collier， 佢喺1990年開始公開聲稱自8歲起就同仙女星人有過多次嘅交流，並且喺訪談同埋演講之中分享佢所謂嘅外星導師傳遞嘅宇宙同埋靈性嘅信息。咁佢第一次睇清楚仙女星人嘅樣就係喺佢14歲嘅時候啊。佢就形容仙女星人係金髮碧眼嘅歐洲人外貌。後嚟喺佢29歲嘅時候再次同仙女星人接觸並且被佢哋視為學生，接受關於宇宙啦、人類歷史、靈魂進化嘅教導。Alex Collier 表示，仙女星人並非仙女座原生嘅文明，而係源自天琴座嘅，因為戰爭而遷徙到仙女座。佢哋聲稱佢哋係屬於人族，喺精神層次上面比人類就早大約4700年嘅，科技就領先大約5萬年。係啦，呢度就話科技領先5萬年，頭先又話係幾千年嘅啫噃嚇。咁我繼續啦，並且存在喺第9至第11維度。佢喺唔同嘅公開演講之中，亦都強調仙女星人正在警告人類地球正受到多個外星勢力嘅監控同埋操縱，人類係需要提升意識，擺脫恐懼，先至能夠進入更高維度㗎。而仙女星人倡導宇宙合一嘅法則同埋無條件嘅愛嘅，並且批判地球嘅政治同埋權力嘅結構。當然啦，支持者就是 Alex 係吹哨者以及靈性導師，批評者就認為佢嘅故事係幻想或者係自我神話化嘅。
接住咧，我哋又講第3篇文章，又係關於仙女座嘅。咁啊，講下仙女座嘅文明啦。仙女座咧係夜空中第19大嘅星座，面積咧係722平方度，位於北方嘅天空。佢位於北半球第1現象 NQ1，喺緯度+90度至到-40度之間可以見到嘅。仙女座喺北半球嘅秋天夜晚最為突出，以及咧其他幾個星座以英仙座神話中嘅人物命名嘅。佢係以希臘英雄 Perseus 嘅妻子神話公主 Andromeda 嘅名命名，有時咧就被稱為鎖鏈少女珀爾西亞，即係珀爾修斯嘅妻子，或者咧係 Cephis， 即係咧普克斯嘅女啊。喺故事入邊咧，女神雅典娜為咗紀念 Andromeda 公主，將佢嘅影像放置喺群星之中，旁邊咧係代表佢丈夫珀爾修斯同埋母親卡西歐佩亞嘅星座，鄰近嘅咧就係仙后座、蠍虎座、飛馬座、英仙座、雙魚座同埋咧白羊座嘅。仙女座星系係包含3個梅西耶天體，梅西耶31即係咧仙女座星系，梅西耶32同埋梅西耶110。並且有7顆擁有已知行星嘅行星，星座之中最光嘅行星係毕宿2。有趣嘅推測就係仙女座星系同埋銀河系嘅未來可能會交織埋一齊㗎，大約50億年之後呢，可能會開始有2個星系嘅碰撞，引發大量嘅新行星形成。仙女座人呢，主要係嚟自澤尼塔星系嘅人類種族。喺仙女座星座之中，至少有28個唔同嘅種族，有啲係人形，有啲唔係嘅。仙女座嘅生命形式包括人類嘅生物啦、植物、動物、昆蟲，以及咧以太和原生質意識生命體。喺更高維度之中，仲存在住2.1米至2.7米高嘅有翼類人生物，呢啲可能咧係起源於鳥類嘅。仙女座人喺技術上面比我哋領先大約45000年，並且係一個喺精神意識上非常先進嘅種族。仙女座人嘅類人形生物咧係擁有淺藍色嘅皮膚，係有住心靈感應能力嘅種族。佢哋通常咧就着住傳統嘅彩色銀河聯邦連身衣嘅。咁其實咧，仙女座人咧係由2種基本嘅地球人類類型組成嘅。第一種咧就係白種人啦，所謂嘅北歐類型，係金色啦或者微微帶紅色嘅頭髮、藍色嘅眼睛、淡藍色嘅皮膚。咁另外咧亦都有地中海類型嘅類人，咁佢哋咧就有淺棕色到深棕色嘅頭髮、灰色到棕色嘅眼睛嘅。咁第二個種族咧就係類似亞洲人咁樣樣啦，有深色嘅頭髮、深色嘅亞洲人眼睛，亦都咧係藍色嘅皮膚㗎。所有仙女座人嘅眼睛咧都比地球人嘅眼睛稍為大，佢哋嘅頭咧亦都稍大嘅，嘴唇薄，顏色咧幾乎係呈現淺粉紅色，耳朵位於頭部側面較低嘅位置，尺寸咧就比較少，手同腳睇起上嚟咧就好精緻嘅，手指同埋腳趾都好長，手臂同埋腿咧都係又長又細㗎噃。女性仙女座人咧就高2米至2.4米，男性嘅話咧就高2米至3米，有啲咧係高3.6米嘅。咁啊，頭先嗰篇文章講到咧可以去到5米添㗎噃嚇。仙女座星系不論性別，體重咧可以達到200公斤至到270公斤。就算體重咧係比較重，但係佢哋嘅體型咧就非常之纖細細長嘅。仙女座女性咧被譽為銀河系最美麗嘅女性啊！佢哋以佢迷人嘅活力同埋均稱嘅身材而聞名嘅。佢哋有住非常超凡嘅外表，即使喺昴宿星團同埋阿波羅尼亞嘅美豔之中咧，亦都係無與倫比噶。咁啊，但係咧，我又想講下咧，去到咁高維度，係咪已經美與醜應該冇咁重要噶啦？呢啲嘢係咪引我哋啲三維空間嘅人類咋？我繼續啦。由於仙女座咧擁有非常先進同埋進化嘅文明，仙女座女性咧喺文明當中咧，就算有男性存在啦嚇，咁女性咧都一樣享有榮譽同埋尊重嘅。因此佢哋當中咧有好多人咧喺社會之中係擔任領導職務，並且咧被允許相當多嘅自由㗎。自由係仙女座女性乃至地球上嘅仙女座女性星際種子嘅準則同埋口頭禪。
咁咧喺度插一插啦，阿發姐咧係人馬座嘅，咁所以咧自由對於我嚟講咧係好重要嘅。咁唔通我都係嚟自仙女星座人？咁當然我係想啦，因為仙女星座人係好靚女噶嘛嚇，大家知道咧我仍然係一個好膚淺嘅女性啊，人類女性啊，所以靚唔靚咧都好重要嘅。咁我繼續啦嚇，仙女座女性咧永遠係唔會妥協自己嘅自由意志，甚至寧死亦都唔會屈服於父權社會嘅限制同埋控制嘅。仙女座人呢，因為精通各種形式嘅科學技術，而喺銀河聯邦之中享有盛譽。大多數仙女座人呢，甚至仙女座星際種子都非常擅長技術，即使喺地球上面嘅星際種子都係咁噶嚇。佢哋當中有好多人呢喺電腦同埋技術領域嗰度工作，相當多嘅人呢選擇成為醫生或者科學家。咁啊弊啦，我文科人嚟㗎，唔通我真係唔係仙女座人？哎呀，咁繼續咯喎，仙女座星際種子喺替代療法，即係話咧能量療法啊嚇方面咧都幾有天賦㗎，仲有一啲喺藝術同埋音樂方面咧具有創造力。咁啊得啦，我都喺催眠方面幾有天賦嘅，咁所以咧我都未必唔係仙女座人啦嚇。咁呢度咧就略略講下星際種子啦，之後仲有呢一個長嘅部分係講星際種子㗎嚇。地球上嘅星際種子當中咧，除咗數量好少嘅大角星種子之外，我插一插啦。上次明明介紹大角星人嘅時候，明明就話昴宿星之外咧，大角星喺地球上面嘅星際種子係第二多嘅。咁啊點知呢度咧就話大角星嘅星際種子係好少嘅嚇，又係互相有矛盾㗎。不過咧就當故事介紹俾大家啦，我就繼續呢篇文章啦。轉世嘅仙女座靈魂咧，比我哋銀河系其他星系嘅生命仲要少啊！即係話咧，居住喺地球上面嘅星際種子係屬於仙女座嘅話咧，就十分少啦。咁而家喺地球上面咧，大概有80萬人咧係擁有仙女座起源嘅靈魂。呢啲仙女座星際種子通常咧過住低調嘅生活。當佢哋轉世到地球嘅時候，只含有一小部分仙女座嘅能量。仙女座嘅頻率咧，同我哋太陽系嘅頻率有好大嘅唔同。佢哋係更高，因此咁樣咧就會加大轉世嘅容易程度，以及咧當呢啲靈魂喺三維之中轉世嘅時候，可以維持喺人類形態之中嘅靈魂能量嘅數量。關於呢個迷人嘅星際種族歷史，仙女座類人生命咧係從天琴座跑到去仙女座嘅天琴座人嘅後裔嚟嘅。仙女座之中仲有其他種族嘅生命，佢哋一係咧就係呢一個行星系嘅本土存在，一係咧就係嚟自仙女座星系噶啦。天琴座同埋天龍座戰爭之後咧，唔少逃離戰爭嘅天琴座人類喺我哋銀河系之中流浪咗好長嘅一段時間，因為咧佢哋被天龍人追捕，並且咧係摧毀咗佢哋嘅星球。佢哋生活喺被掏空咗嘅小行星同埋衛星月亮之中，佢哋基本上係靠手藝為生嘅，必須一直不斷咁樣遷移，尋找一個安全嘅地方。哎呀，令我好有感觸啊！覺得香港人呢，好似同仙女座人呢，真係有啲淵源啊嚇。我繼續啦，其中幾艘天琴座星艦呢，喺天鵝座同埋仙后座等異常星座之中尋求庇護。呢啲星座係為疲憊嘅天琴座難民提供休息同埋補給嘅中轉站而創建嘅。當呢啲難民呢係躲藏喺仙后座嘅時候，仙后座系統中嘅貓類生物幫助咗佢哋，並且建議佢哋喺仙女座建立新家同埋定居點。仙后座嘅貓人推薦仙女座星系，係因為佢哋知道天琴座難民厭倦咗旅行同埋躲藏，而仙女座星系距離佢哋嘅行星系相對比較近啊。來自仙后座星系嘅生命同佢哋互動，大約咧係喺250萬年前。天琴座難民呢，最後就定居喺仙女座嘅兩個太陽系，我哋咧稱佢哋為仙女座42同埋仙女座44。42號咧就係澤尼塔，而家咧係佢哋嘅行星系統。44號咧就係灰獸增18。42號星有27顆行星圍繞雙星運行。44號行星咧就有9顆嘅行星，但係所有嘅行星嘅大細都係等於或者係大於木星嘅喎。呢啲行星系統之中嘅行星都經過改造嘅，以適應新嘅天琴座居民。經過幾個世代嘅努力咧，新嘅仙女座類人種族喺身體上面不斷進化，以適應新行星嘅環境條件。
呢度咧同天琴座嘅環境條件係非常之唔同㗎。由於缺乏重力，佢哋嘅體型變得更加拉長，皮膚咧亦都從白色變成咗藍色啦。咁有啲天狼星人啦，佢哋咧係由天琴座難民同埋素食難民嘅基因混合而發展出藍色皮膚。咁但係咧仙女星座藍色嘅皮膚咧唔係因為咁嘅，而係因為咧佢哋嘅環境截然不同而發展出藍色皮膚。咁樣係因為佢哋攝入咗酮基礦物質而引起嘅色素沉澱而變化嘅。咁呢一種物質咧係存在喺食物啦，同埋佢哋食嘅所有嘢當中㗎。而且咧佢哋嘅行星有兩個太陽㗎嘛，雙重嘅陽光咧亦都對佢哋嘅皮膚產生咗影響嘅。仙女座星系嘅震動同埋頻率咧，亦都係同天琴座星系有好大嘅唔同，因此咧仲有額外嘅色譜影響咗居住喺嗰度嘅類人生物。喺數百萬年前，當天狼星人喺地球各地建立殖民地嘅時候，仙女座人呢亦都嚟到地球，佢哋歡迎仙女座人。仙女座人呢要求喺全球各地同埋地球嘅內部建立一啲嘅基地，呢啲基地呢只係用於研究嘅目的。佢哋對地球人類物種嘅雜交係不感興趣嘅，而主要呢係研究地球嘅動植物。一啲仙女座植物基因實驗係用嚟幫助天狼星人創造一個更加耐用嘅天狼星身體，並且幫助佢哋對地球人類基因組計劃呢係進行基因嘅操縱。哇，講到佢哋對地球人好好啊，嚟到地球嘅目的都係研究嘅啫。喂，咁但係點解要操縱我哋嘅基因啊？當然梗係為咗我哋好啦，係咪啊？為咗你哋好啊，所以改你哋啲基因啊，操縱你哋啲基因啊。咁啊，大家覺得點啊？咁如果咧操縱咗基因之後，我哋係發展出智慧咁啊唔拘啊。但係而家我哋啲基因咧，好似咧都係麻麻地嘅啫喎，仲有好多病啊，仲有好多突然之間嘅突變啊，有好多人有精神病啊咁樣。咁點啊？可唔可以再改一改咧？因為咧做好人唔該做到底啦，就送佛送到西啊嘛，係咪先？而家搞到咧即係唔上唔落啊，我覺得嚇。我繼續啦，仙女座類人類係非常崇敬自由意志嘅普遍法則，佢哋唔想過度干預地球人類嘅進化。喂，咁你又幫助天狼星人咧操控我哋啲基因嘅嚇？我繼續啦。所以咧，佢哋一直保持住一種基本上不干涉嘅方式嚟到處理地球上面嘅事務。嗱，咁我就覺得咧，佢哋唔可以叫做零干預。咁啊，但係咧，我哋呢個地球上面亦都有好多嗰啲唔好嘅外星人啊。不如我哋投票啦，地球人。我就覺得，如果你要干預嘅話，不如你就送佛送到西啦。頭先咁樣講，不過我哋咧就係趕走嗰啲唔好嘅外星人啦。佢哋操控緊好多我哋嗰啲幕後嘅政府㗎。咁我繼續啦。從當今人類嘅角度嚟睇呢，我哋只係維持咗仙女座人對我哋心智能力嘅一小部分貢獻，而唔係對我哋身體嘅貢獻。除咗東南亞同埋英國嘅一啲群體之外呢，同天狼星同埋昴宿星嘅遺傳學係唔同嘅。仙女座遺傳學喺地球人類之中呢係唔普遍嘅。咁可能咁樣呢就解釋咗點解呢轉生嚟到地球嘅仙女座靈魂呢比其他外星靈魂就少啦。但係自從我哋第一個生命形成以嚟呢，嚟自仙女座嘅以太有翼物種就同地球有一定嘅聯繫啦，而且咧係處於不同發展階段嘅人類都有一定嘅聯繫嘅喎。譬如浮雕上面描繪嘅蘇美爾有翼生物，可能實際上就係呢啲仙女座生物嘅代表。據說咧，呢啲生物係受到地球守護大天使嘅邀請嚟到參與我哋嘅進步，佢哋咧就係乘搭地球守門人大天使嘅翅膀嚟到我哋嘅太陽系嘅。或者咧，大天使嘅描繪實際上係有翅膀嘅仙女座人嘅圖像，因為佢哋嚟到我哋世界之後咧，人類咧就覺得佢哋就係天使嘅本身啦。咁啊，人類心目之中帶有翅膀天使可能只係想像，畢竟真正嘅天使根本咧係無形嘅。咁啊，我照讀㗎咋嚇。咁啊，其實咧，法仔有好多文章咧都係英文翻譯翻過嚟嘅，咁啊有啲係中文啦，咁啊大部分都係英文嘅。咁呢篇咧就係英文嘅仙女座人嘅信息，佢哋係咪真係存在㗎？一段關於宇宙文明、戰爭同埋覺醒嘅傳說。今晚呢，我哋將會離開銀河系，去到一個人類一直關注嘅地方，就係仙女座星系啦。根據天文學家嘅講法，仙女座距離地球大約25億光年。不過咧，除咗科學觀測之外咧，喺另外一個層面，有人就聲稱嗰度其實係存在住一個高度發展嘅文明，就係仙女星人啦。據講啊，仙女星人分佈喺兩個主要嘅行星系統附近。第一個就叫做 Stella 42，真名咧叫做 Zenithia， 擁有27個行星。另外一個就叫做 Star 44，真名叫做 Tishy， 圍繞住9個巨大嘅行星運行。咁呢度補充一下啦，頭先中文版同呢度嘅英文版其實咧都係符合一致嘅。
呢啲行星入邊有一部分咧係完全被水掩蓋嘅，因此仙女座人主要咧係生活喺水底，建立咗龐大嘅海底城市。呢啲城市之間透過運輸隧道連接，形成咗一個高度發達嘅水下文明網絡。但係原來呢度並唔係佢哋真正嘅起源嚟㗎。傳說之中，仙女座人最初其實係嚟自我哋嘅銀河系，曾經居住喺天琴座嘅星群。直到某一日，一個被稱為 Draconans 嘅爬蟲類種族入侵，佢哋被形容為極度野蠻同埋殘暴㗎。並且咧以征服同埋吸收能量為目標。哎呀，佢哋會唔會已經嚟咗地球㗎啦？因為我覺得地球咧都充滿住殘暴同埋野蠻啊，而家而且咧呢個地球咧都充滿住征服啊，咁點算啊？佢哋係咪已經嚟到啦？其實咧，我而家想插一插咧，就係咧，我頭先一路分享嘅時候，我覺得天琴座咧係好似我哋地球啊，而家我哋地球會唔會變咗另外一個天琴座㗎？即係話咧有一日會毀滅文明，然之後我哋咧就會周圍流浪。但係如果我哋嘅科技冇去到嗰個地步，我哋就真係咁先㗎咯喎。咁我哋見到當時嘅天琴座人，因為有高科技，所以咧就可以離開，跟住咧喺宇宙流浪，跟住揾到咧仙女星座咧嚟到係定居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地球人咧聽到呢一集咧就真係要努力啲啦。一方面就要努力我哋嘅科技啦，另一方面咧就要將自己嘅愛與和平嘅光輝發揮出嚟啦，唔好令到個文明係消失，唔好毀滅地球啊！咁我繼續啦，為咗逃離追殺，大批嘅仙女座人咧被逼離開家園，有啲甚至要依附喺隕石同埋小行星表面漂流，喺宇宙之中尋找新嘅落腳點。咦？呢度我要插一插啦。三 I Atlas 會唔會就係其中一啲類似嘅嘢咧？入邊咧可能咧都有一啲嘅外星種族喺入邊咧，去睇下有啲咩嘅行星啊，邊啲嘅星系可以俾佢哋咧係定居落嚟啦。咁我繼續啦。喺流亡嘅過程當中，佢哋曾經得到來自仙后座星群種族嘅幫助。呢段經歷咧，亦都令到佢哋開始反思自己過去嘅社會結構，尤其係當中曾經出現過嘅獨裁制度。咁啊，有佢哋嘅話咧，我就對地球人咧就冇咁絕望，因為咧暫時喺地球人當中，我比較悲觀㗎。咁但係原來仙女星座人曾經都行過相似嘅道路，結果佢哋能夠醒覺啊嚇！希望地球嘅人類唔好去到太遲嘅時候咧，先至咧醒覺呢一點啊！最終佢哋重建文明，並且成功抵達仙女星座星系，喺遠離戰爭威脅嘅地方重新發展嘅。而家嘅仙女座人被形容為一個和平友善嘅種族，性格同昴宿星人相似。佢哋外表有幾個特徵嘅：大眼睛啦，薄薄粉紅色嘅嘴唇，身高大約2.1米左右。而女性咧通常比男性高大約10厘米。嗱，呢度又有啲矛盾啦，因為頭先嗰啲嘅比較當中咧，女性係矮啲㗎嚇。繼續啦，佢哋嘅飛行器亦都有特別嘅設計，小型飛船咧通常唔超過20米，呈圓形，好似頂帽咁。而最大嘅母船咧就可以達到800米嘅。喺宇宙政治上面，仙女座人被納入銀河聯邦議會，並且被視為對抗 Draconans 入侵嘅重要力量。其實咧，大家覺唔覺得 Draconans 咧好似咧吸血鬼嗰個英文名啊？因為最出名嗰個吸血鬼叫做 Dracula 啊嘛，咁所以兩個英文名咧令到我咧聯想埋喺埋一齊嚇。傳說之中呢啲爬蟲類咧曾經入侵過地球，都話㗎啦，吸收能量再摧毀文明，而未來咧亦都可能再次透過控制人類意識去重奪地球嘅。因此仙女座人咧被指一直暗中行動，利用超聲波技術摧毀地下嘅基地，同時亦都設立改造中心去幫助一啲放棄暴力嘅灰人同埋爬蟲類。更加驚人嘅係，據稱呢啲中心甚至存在喺地球同埋火星，並且由多個高等文明共同監管嘅，包括大角星人、天狼星人等星系嘅種族，以及咧被認為同古埃及智慧之神托特相關嘅種族。但係故事係未完㗎，有一種講法係認為其實仙女座人已經投生喺地球，以人類嘅身份生活，估計數量咧係達到80萬，而大部分人咧都唔知道自己嘅真正身份嘅。佢哋嘅任務係提升地球嘅能量，傳播正面嘅意識，令到人類變得更加快樂㗎。呢啲人咧通常傾向居住喺大自然嘅環境，例如森林啦或者鄉村啦，性格咧係偏向觀察者，甚至咧會選擇遠離人群嘅。時間觀念方面
面呢，亦都非常唔同㗎。仙女座人嘅1年係相當於人類嘅7年，所以即使呢，佢哋有450歲，對佢哋嚟講呢，都唔係好算老㗎。咁頭先呢，最短都話佢哋有2000歲，最長有成呢4500歲㗎噃。咁呢度得450歲，咁樣咪同大角星人差唔多？定係佢係將450歲乘翻7咁樣啊？咁就有幾千歲啦。更加誇張嘅係佢哋嘅身體咧，被形容為幾乎完美嘅，細胞不斷嘅更新，冇壞死嘅細胞，亦唔會受到細菌或者病毒嘅影響，因為佢哋居住嘅星球環境係極度純淨嘅。最後仙女座人咧向人類傳遞咗一個訊息係咁樣嘅，佢哋認為人類其實擁有未被開發嘅能力，但係因為唔相信自己，所以咧一直就冇辦法醒覺啦。佢哋指出人類所見到嘅恐懼同埋限制，其實只係大腦製造出嚟嘅幻象嚟嘅啫，目的係壓制人類嘅潛能。咁點解我哋嘅大腦咧要 program 成咁樣㗎？邊個整到我哋大腦咧係咁多嘅恐懼㗎？咁啊繼續啦，只有當人類完全醒覺理解呢一點，先至可以離開現時嘅低維度，進入更高層次嘅存在。最後一句咧係非常之簡單嘅信息，就係來自仙女座人民嘅祝福，願和平與你同在呀。咁我就覺得咧呢啲信息都 OK 嘅。點解咧？都係要靠我哋自身咯。佢冇話俾啲咩 magic 我哋啊，冇話只要信佢哋就得噶啦。咁冇喎。咁所以我就覺得咁先正路啲。跟住落嚟咧就講下仙女座嘅特質同埋地球使命。咁當中咧亦都會有佢哋啲背景資料，我哋又睇下有冇同之前嘅嘢有所出入啦。喺靈性同埋外星文明討論入邊咧，仙女座人一直都係一個好神秘，但係又經常被提起嘅存在。有人話佢哋係嚟自仙女座星系嘅高等生命體，擁有擴展嘅意識，同時咧深刻理解宇宙嘅法則。而佢哋之所以會同人類有關，係因為佢哋嘅任務正正同地球嘅進化同埋集體醒覺係有關嘅。咁呢度咧就會帶大家由頭到尾了解仙女座人係邊個啦，佢哋有咩特徵啦，同埋點樣判斷你自己有冇可能同佢哋有關呢？仙女座星系咧就係 M31，係距離銀河系最近嘅大型星系之一。喺天文學上，佢同我哋嘅銀河系結構相似，但係喺靈性嘅領域入邊，佢哋就被視為一個高維度文明嘅集中地啦。傳說之中，仙女座人咧係一種光之存有佢哋嘅意識層次十分之高，可以咧直接聯繫宇宙嘅法則，並且咧以一種守護者嘅角色存在，幫助維持宇宙嘅平衡。好多接觸過呢一種概念嘅人都會講，佢哋曾經透過夢境、冥想或者直覺嘅感應，感受到仙女座人嘅存在，好似接收到某種嘅指引或者係信息咁。仙女座人最突出嘅咧就係佢哋嘅能量同埋精神層面嘅特質啦。首先係擴展意識，佢哋唔係只係用個人嘅角度去睇世界，而係從整個宇宙嘅角度出發，理解萬物一體。其次係一種非常平靜穩定嘅能量，佢哋被形容為帶嚟平衡同埋和諧，能夠安撫情緒同埋思想。佢哋亦都係極度尊重多樣性嘅，認為每一種生命形式都有價值，強調共存而唔係競爭。另外呢一個關鍵能力咧就係震動療癒啦，即係透過能量嘅頻率去影響人嘅身心靈狀態，幫助恢復平衡嘅。佢哋同高維度有強烈嘅連結，通常咧就透過夢境或者冥想同人類溝通，而且信息多數咧係象徵性，而唔係直接嘅語言。咁啊慘啦！象徵性，我哋人類咧真係理解能力有限噶嘛，除非你解夢嘅能力好勁嘅啫。你俾啲象徵性俾我嘅話咧，我就完全咧係唔知頭唔知路，會變咗雞同鴨講噶啦應該。咁我繼續啦，最核心嘅係佢哋帶有無條件愛呢一個頻率強調包容、理解同埋合作嘅。根據呢套理論，其實有一部分嘅仙女座人咧已經投身到地球噶啦，以人類嘅身份生活。唔知你係咪其中一個呢？呢啲人咧通常咧會有幾個共通嘅感覺嘅，就係佢哋會覺得自己唔屬於呢個世界，好似一直都係局外人。咁呢一點咧係大部分嘅外星人都有咁嘅感覺噶啦。咁啊第二點啦，同時對宇宙、靈性、能量療癒特別有興趣嘅。咁其實我之前講嘅咁多種外星人咧，似乎都有呢個特質嚇。第三點亦會咧自然想幫助他人成長或者推動改變，為其他嘅星際種子都有呢啲特質嘅喎，所以其實呢幾點咧都唔能夠完全咧就話俾你聽，你究竟係咪仙女座人啊？即使咧投生到地球嘅仙女座人啦，佢哋未必記得自己嘅來源，但係佢哋嘅行為同埋能量咧，往往反映出一種服務同埋醒覺嘅使命。佢哋嘅存在被認為係為咗將和諧同埋統一嘅能量帶入地球，幫助整個人類嘅意識提升嘅。
咁我呢度插一插啦，咁大家有陣時咧都會見到我哋樓下留言咧，就會有啲高高在上嘅留言，就話我係嚟自邊個邊個外星㗎。如果你真係充滿愛、無條件嘅愛，你就唔會咁樣高高在上咁樣講嘢嘅。另外，如果你係仙女星座人呢，呢度講咗啦，大部分都唔記得自己係仙女星座人嚟嘅。所以咧有一日有啲人同你講話，我係仙女星座人嘅轉生，咁大家就應該抱一個懷疑嘅態度啦嚇。咁點樣判斷自己有冇仙女星座嘅背景呢？如果大家經常對宇宙有一種難以解釋嘅連結感，或者對人生有一種唔止係咁嘅直覺，其實已經咧係一個可能嘅信號啦。另外，如果你特別敏感於能量，容易感受到他人嘅情緒，又或者一直對療癒、靈性知識有興趣咧，亦都可能有關㗎。呢類人咧通常由細個開始就會有一種我唔屬於呢度嘅感覺，並且喺人生轉變嘅時刻特別容易覺醒㗎。有啲人甚至會透過阿卡西記錄咧去探索自己靈魂嘅起源，嘗試確認呢一種嘅連結嘅。咁我哋就睇下仙女星座人咧點樣同人類溝通啦嚇。據講佢哋唔會用直接嘅方式現身，而係透過能量同埋意識層面咧去接觸人類㗎。最常見呢就係夢境、深度冥想或者一啲突然出現嘅直覺。如果大家想加強連結咧，通常咧就可以做以下幾樣嘢嘅，譬如冥想啦，令自己靜落嚟啦，用水晶提升頻率啦，聽高頻嘅音樂或者做能量嘅練習，接觸神聖幾何圖案等等。不過呢度我一定要提醒大家，有陣時喺 YouTube 或者其他嘅渠道啦，你會見到一啲話提升頻率嘅音樂咁，但係咧陰謀論咧亦都有講過，呢啲咧其實咧係吸收你哋能量嘅。你其實唔知道嗰啲嘅音樂咧係嚟自邊度㗎，佢係咪真係嗰啲頻率嚟㗎？所以大家咧就千祈唔好100%信晒嚇。咁我就建議大家咧就係揾啲正信嘅正派嘅師傅啦，或者係宗教咧學呢個打坐嘅。咁大家都知道我佛教徒，我打坐咧唔係為咗連接㗎。其實如果打坐咧係為咗連接外星或者唔知邊度嘅信息咧，好容易咧就變咗黐線㗎。所以咧打坐都係為自己揾翻內心真正嘅自己嗰個真我出嚟。好啦，繼續啦。最重要嘅唔係技巧，而係一種態度，要開放啦、尊重同埋信任自己嘅感受。咁而家咧就講下仙女星座人同其他種族嘅關係嘞噃。仙女星座人咧其實唔係單獨嘅存在，而係同其他星際文明合作緊嘅。譬如頭先講到嘅昴宿星人啦，主要咧就係負責情感嘅療癒；大角星人咧就專注高頻能量同埋保護；天狼星人咧就係帶嚟古老嘅智慧，甚至曾經有衝突嘅 Orion 種族咧都開始轉向療癒同埋和解嘅。呢啲文明形成咗一個宇宙嘅網絡，共同推動地球嘅進化。最後啦，就講下佢哋嘅角色，其實咧都係提醒人類一件事嘅啫。仙女座人咧喺整體嘅人類進化入邊，被視為醒覺催化者。佢哋提醒人類，宇宙萬物係相連嘅，人類唔單止係有肉身，而係一個無限意識嘅存在。透過佢哋嘅影響，人類有機會走向一個更有意義、更加合作、更加和平嘅未來呀。所以大家可以唔信仙女星座人嘅存在，但係大家亦都唔可以否定，就係咧呢一套講法其實係鼓勵緊大家突破限制，活出真正嘅自己。所以大家有冇聽過法者話真係好羨慕做外星人啊？唔會咯，因為既然今生投生落嚟地球，一定係有我嘅使命，一定係有我嘅業力嘅牽引。無論如何，記唔記得自己嘅前世，其實都係要活好每個當下嘅自己啦。咁頭先我哋咪提過咧 Alice Coulier 呢個人咧就同仙女星人咧係有聯繫噶嘛，咁亦都咧仙女星座人咧話咗俾佢聽好多嘢。咁而家呢部分咧就同大家分享究竟仙女座人同佢講咗啲乜嘢嘢嚇。1994年，一個叫做 Alice Coulier 嘅美國人喺一次訪談之中公開講自己曾經同一群嚟自仙女星系嘅外星人咧有過接觸嘅。Alex 咧係一位美軍退役嘅直升機駕駛員，佢仲有另外一個身份㗎，就係卡米洛特揭秘工程嘅參與者之一。嗱，咁大家見到咧，我要講呢啲中文譯名，因為呢篇文章咧係一個中文嘅來源嚟嘅。卡米洛特工程嘅創始人就係揭露中殺計劃嘅比爾萊恩。咁呢個 Alex 咧就話自己從8歲開始，亦都就係1964年開始第一次遇到外星人。喺今次之後嘅好多年裏面咧，都同呢啲外星人保持住某種嘅聯繫嘅。最開始嘅時候，外星人咧只係帶住好奇嘅 Alex 咧參觀佢哋嘅飛船，但係隨住時間嘅推移，Alex 咧年紀越嚟越大，佢哋開始話俾 Alex 聽一啲關於人類同埋所謂嘅宇宙真正嘅秘密啦。呢啲外星人話佢哋係嚟自仙女星系，亦都即係40億年後
候要同銀河系碰撞融合嘅嗰個星系。我哋睇到嘅銀河系嘅全景，其實亦都係根據仙女星系製作出嚟嘅，因為我哋身喺銀河系之中係冇辦法睇清楚銀河系全貌嘅。仙女星人話俾 Alex 聽，仙女星座星系之中係有28種好似佢哋一樣咁有智能嘅生命形式，身高係1.5米到2.4米之間，皮膚主要係藍色同埋白色。佢哋嘅物理形態亦都基本上同地球人係非常類似，亦都係類人形嘅外星人。咁呢度聽到啦，頭先就主要話有藍色，而家又多咗個白色。咁啊，第一篇文章就話佢哋去到5米，但係咧我哋之後接連嘅文章都係話佢哋咧大約去到2米幾嘅啫，就冇講到去到5米嘅。咁啊，繼續啦。但係佢哋嘅壽命咧，相對比人類就要長得多啦，相當於人類嘅1200到2700歲。佢哋之間嘅溝通係唔需要語言同埋文字，而係使用心靈感應同埋符號嘅。呢種溝通方式可以忽略思想同埋語言之間嘅轉換過程，減少知識傳遞過程之中嘅耗損。佢哋同 Alice 之間嘅溝通咧，亦都係用心靈感應嘅。仲有啲就係喺更高嘅維度。喺 Alex 咧29歲嘅時候，即係1985年嘅時候咧，佢自稱就同仙女星人咧一齊生活咗幾個月㗎。喺呢段期間，佢知道咗一啲令到佢咧係甩咗下巴嘅事啊。仙女星人就話，其實咧已經有22種嘅外星人訪問咗地球，並且幾乎呢22種嘅外星人都參與咗操控地球人嘅基因，並且試圖殖民地球。咁點解佢哋要咁做呢？咁就要從人類嘅起源講起啦。Alex 咧就話，仙女星人話俾佢聽，最開始呢個宇宙之中嘅古老原始生命都好似突然之間就出咗嚟咁樣㗎。佢哋發現所有誕生生命嘅行星都好似咧被設計好一樣，被擺放喺距離行星特定距離嘅軌道之上。然後咧呢啲行星上面就相繼出現咗人形嘅生物啦、爬行嘅動物等離子體生命形式，仲有咧甲烷嘅生命。呢啲新嘅生命形式就好似咧遵隨住一個模板咁樣，一個 model 咁樣啊。地球咧亦都唔係一個例外嚟㗎。但係大約喺2.45億年前，地球上面除咗植物之外咧，90% 嘅原始生命都冇晒啦。當時嘅仙女座嘅科技已經高度發達。佢哋已經開始進行星際間嘅旅行同埋交流。另外咧，有獵戶座同埋天琴座嘅智慧文明正在進入太空殖民其他行星嘅階段，並且開發同埋擁有咗通過穿越蟲洞進行超遠星際旅行嘅能力。仙女星人呢就好中意喺有氧氣嘅行星上面培養同埋移植一啲動植物嘅。佢哋就將呢一種能夠移植珍貴嘅環境稱為伊甸。咁唔通伊甸園係佢哋整嘅？地球上咧，亦都有一啲嘅動植物生命體係從遙遠嘅太空帶翻過嚟嘅。仙女星人就話嗰啲咧有包括恐龍啦、水果同埋其他嘅植物嘅。當時地球上嘅二氧化碳含量比而家係高出6倍，氣候係非常之悶熱㗎。雖然咧適合恐龍嘅生存，但係咧就不利於其他嘅生命。直到小行星撞擊導致恐龍滅絕之後，撞擊就改變咗地球上面嘅氣候同埋環境，先至令到其他嘅生命咧發展起上嚟嘅。再之後獵戶座啦、天琴座、織女星系同埋仙後座，仲有卡佩拉座嘅宇宙飛船造訪咗地球，並且喺地球各處開始建造屬於佢哋自己嘅伊甸。呢度咧有個有趣嘅聯繫啊，就係仙女星人所講嘅伊甸，就係聖經之中所講嘅伊甸園。而喺希伯來聖經嘅舊約當中，創造世界嘅神係一個複數嚟㗎。緊接住大約公元前7萬年，呢啲外星種族聯合創建咗一個文明，叫做 Lemuria 雷姆尼亞。又過咗12400年啦，喺公元前57600年，阿特蘭提斯嘅文明誕生啦。原本地球上嘅新文明可能會同其他星系中嘅智慧文明一樣，意識升級突破樽頸，走向宇宙嘅高維。但係地球上面仲存在住一啲負面嘅外星人，暗中阻礙兩個文明嘅發展，咁樣就直接導致咗 Lemuria 文明同埋阿特蘭提斯文明啦。之後喺公元前嘅3萬年同埋公元前嘅27000年左右毀於戰爭。呢啲負面外星人曾經同類人類展開過戰爭，最終被困咗喺地球上面。而呢場戰爭不單止係為咗爭奪行星，更加涉及到一個高維宇宙嘅秘密。根據仙女星座外星人嘅講法，地球本身亦都係一種生命嘅形式，佢自身係會從第4維度進化到第5維度，但係人類嘅意識進化方向似乎係阻止呢一個過渡啊，所以地球正處於一個掙扎嘅環境當中。咁唔怪之得啦，成日話咧地球上面嘅毒瘤就係人類啦。如果令到地球從第4維度進化到第5
維度只有兩種選擇，一係就地球上嘅人類可以同地球嘅頻率一致，去令到意識進化。一係就從地球上面消失啦，所以人類嘅選擇係好重要㗎。人類嘅自由意志係地球改變嘅關鍵。仙女星人係想令到地球人類意識到呢一點，所以咧就會同 Alex 啊或者其他嘅人類咧進行接觸同埋聯繫啦。按照 Alex 嘅講法，阻止地球上嘅人類意識提升嘅直接原因係人類陷入咗一種偏執嘅自我懷疑，覺得自己喺宇宙之中係孤獨無助嘅，覺得如果冇更強大、更高級嘅好似神明一樣嘅力量嚟到拯救自身，自己就冇辦法成長，甚至係冇能力做任何嘢，所以人類咧總會傾向相信嗰啲咧預言啊等等嘅。仙女星人話呢一種必須等待某種力量拯救嘅感覺係有一啲嘢啦嚇，將呢啲信息咧植入咗我哋嘅 DNA 之中啊。咁呢啲嘢咧即係其實應該係外星人啊嚇，就係嚟自獵戶座星座嘅天龍座阿爾法星系同埋莽古座澤塔星系嘅智慧生命。原本咧唔喺我哋三維家，佢哋係嚟自四維家。呢啲懷有負面傾向嘅智慧生命，佢哋一直喺四維宇宙之中製造戰爭，佢哋唔在乎其他物種嘅滅絕，到處違反宇宙法則，干預咧物種嘅進化過程。根據 Alice 嘅講法，類人形嘅生命其實咧都係比較和平嘅智慧物種，而爬行類嘅智慧物種咧就非常嘅負面啦。天琴座原本擁有好多類人族，但係喺某一個時間，爬蟲類突然就發起戰爭，主宰咗呢個星系啦。呢個時候，一啲正面積極嘅物種開始逃離到昴宿星團進一步進化，而戰爭就從天琴座一直蔓延到獵戶座，持續咗60萬年。好多類人族因此滅絕，剩低個部分呢就逃走到宇宙嘅各個角落裏面啦。爬蟲類嘅負面同埋殘暴嘅意識開始影響所在嘅宇宙維度，呢一種負面嘅影響令到佢哋嘅維度開始降低。擁有負面意識並且唔想上升到更高級嘅意識，唔想提升嘅物種就會被所在嘅維度排斥，變得更加黑暗同埋沉重㗎喇。而隨住宇宙維度嘅上升，呢啲充滿惡意並且意識水平更加低嘅物種就會不斷聚集喺維度嘅底部，最終維度係無法容納呢啲低意識嘅物種，將佢哋排斥到更低維度之中。Alex 就講啊，每當維度降低就會產生一個黑洞㗎喇。所以調翻轉嚟諗，越重嘅嘢就越容易被黑洞嘅引力吸住，想穿過去就要無限嘅變輕，咁樣會唔會就係所謂嘅升維度呢？咁唔怪之得神話入邊話心地純潔嘅人先至能夠成仙得道啦。無欲則剛，越純粹嘅人就越強大，亦都越輕啊。所以嗰啲擁有負面意識嘅被高維度排斥嘅，就係好似盜劫失敗嘅人啦。譬如嗰啲阿爾法天龍人同埋爬蟲人就被掟到地球所在嘅三維銀河系。咁唔怪之得地球咧，另外仲有一個説法就係咧地球監獄説啦。係咪地球咧就係接收晒呢啲咧咁低維度啊又咁黑暗嘅外星人咧，就係佢哋嘅監獄咧嚇？至於佢哋點樣嚟到地球嘅，仙女星座人係有所保留，並且咧係冇話到俾 Alex 聽嘅，只係話咧呢啲阿爾法天龍人呢係生活喺地球表之下大約160至320公里嗰度，佢哋數量非常稀少，唔到2000人，但係佢哋咧係食肉嘅動物，人類咧亦都喺佢哋嘅獵食範圍之內，而且佢哋特別中意小朋友㗎。故事嚟到呢度咧，大家都可能覺得有啲假噶啦。但係呢度有一個事實就係，美國每年失蹤嘅人口高達10萬人。唔好講美國啦，其他好多嘅國家都有啦。其實咧又唔可以全部賴晒呢啲天龍星人嘅。點解啊？因為有好多嘅地球人啊披住人皮啊，但係佢哋咧都係做埋啲咁黑暗嘅嘢㗎。KK 園嗰啲唔係咩？係咪啊？愛潑斯坦嗰啲人唔係咩？係咪？所以咧，我哋唔可以成日賴晒啲外星人嘅，地球人咧都好黑暗㗎嚇。咁我繼續啦，而且其中咧1/3人咧失蹤嘅人咧係兒童同埋青少年，咁當然就真係完全唔可以賴晒咧呢啲地底嘅爬蟲人啦嚇。失蹤事件呢，的確成日發生，而且呢個比例咧其實喺發達國家之中咧都高得離晒大譜㗎，自然而然就會令人聯想到嗰啲黑暗嘅都市傳說。咁我自己咧都係一樣啦嚇，唔好成日賴晒啲黑暗外星人啦，人類都係好黑暗㗎，甚至同呢啲黑暗嘅外星人咧係合作啦，一個產業鏈咁樣啦嚇。
外星人啊攞佢哋需要嘅嘢啊，人類咪賺錢咯，攞翻啲物質咁樣啦嚇。按照 Alice 嘅講法咧，爬蟲人係害怕意識向正面嘅提升，並且唔想讓人類咧向更高嘅維度崛起嘅。一旦人類喺未來提升維度，就會睇到一個完全唔同嘅世界同埋宇宙嘅規律㗎啦。咁呢度咧就講一講咧佛經入邊嘅記載。咁咧我都係印象之中講出嚟㗎，如果有錯大家可以更正我。就係咧大家咧見到呢個娑婆世界即係地球啦，其實咧真係咧亂晒龍啦，烏煙瘴氣嘅。但係喺佛陀嘅眼中，地球咧係好完美嘅，地球係好靚㗎。咁我相信咧，佛陀望住我哋呢個地球，就梗係一個更高嘅維度去睇到我哋嘅地球啦。咁我繼續啦，所以為咗防止呢一種情況發生，爬蟲人呢就用飢餓、貧困、戰爭、仇恨等等嘅負面方式去污染同埋拉低呢個世界嘅頻率，令到呢個世界一直咧係處於低維嘅震動。佢哋本身咧並唔會直接參與呢啲事㗎，而係咧創造咗一啲灰人嘅種族嚟到執行，亦都係傳聞之中外星人綁架案嘅始作俑者啊。Alice 就話呢啲灰人咧第一次同地球人接觸咧係20世紀50年代，當時咧喺艾森豪威爾總統嘅指導之下簽署咗一條條約，內容咧就係將人類將自己嘅基因提供俾灰人，用以換取佢哋嘅技術。之所以需要人類嘅基因，係因為佢哋自身冇辦法子繁殖，而人類嘅基因裡面就隱藏住生命繁衍嘅秘密。小灰人咧係1933年訪問咗地球，並且同當時嘅德國取得咗聯繫，但係當時嘅德國拒絕咗小灰人嘅條件，轉頭就同另外一個類人類嘅外星人結盟啦。而小灰人咧係並冇離開，而係接觸咗另外一群所謂嘅人類精英。當然呢個就係另外一個故事啦。咁喺眾多嘅故事裡面咧，實際上面可能係存在兩種嘅爬蟲類，一種咧係純粹負面黑暗嘅，一類咧係相對同情同埋比較中意人類嘅，就好似蘇美爾神話入邊嘅恩利爾同埋恩基咁。喺宇宙法則，即係不干預法則底下，強行干預物種嘅進化過程，會對自身產生巨大嘅影響嘅。爬蟲類咧亦都意識到呢個問題，所以咧就被降低維度啦。佢哋咧先至用更加隱蔽嘅手段去控制人類。Alice 咧就話仙女星人話俾佢聽，人類嘅基因被影響嘅結果就係負面同埋正面嘅思維都會存在，而且往往負面嘅思維咧就會佔據上風添嘅。但係人類必須要知道自己係擁有自由意志㗎，能夠做出選擇㗎。面對地球同埋自身嘅問題，係有機會去改善、成長，仲有改變，有機會擺脫負面嘅諗法，而且呢個係人類自己必須承擔起嘅責任。Alice 就講，仙女星人咧聯繫佢嘅時候，其實仲有另外3個人咧係有接觸過仙女星座人㗎。之所以係冇產生大規模嘅接觸，原因就係人類太過冷漠同埋自私啦。原本嗰啲擁有積極向上、正面思維嘅人，自身都好難喺地球上面得到提升，就更加唔使講普通人啦。大部分人咧都係忙於生計同埋工作，只係專注自身嘅家庭同埋物質利益，以至於我哋睇唔到世界上面究竟發生緊啲咩事，更加睇唔到我哋自身同埋他人嘅聯繫。如果我哋能夠理解4維以上意識即是物質，而喺5維以上意識能夠決定物質，就可以瞬間創造改變物質嘅實相。而呢度咧令我諗起《心經》入邊講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咁我繼續啦，我哋就會明白我哋而家所追隨嘅一切，無非只係一啲高維度嘅投影、虛空嘅幻影，有更多值得我哋追尋嘅宇宙奧秘等住我哋去探索，亦都就會知道我哋存在嘅意義啦。Alice 就講啊，仙女星人嘅科技已經非常之發達，但係佢哋更重視自我嘅精神層面嘅學習，因為佢哋知道咧宇宙遠不止自己所見到嘅呢一個維度，而越處於正面嘅高維度就會越會分享自己嘅智慧啦。但係真正嘅智慧並唔能夠直接被人類或者低維嘅生命獲得同埋理解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人類基礎嘅精神能力，即係心靈感應嘅能力俾人刪除咗啊，令到我哋互相交流變得困難，信息喺傳遞嘅過程之中逐漸失真，隔閡啦亦都變得越嚟越大，思維同埋智慧嘅碰撞就會越嚟越稀少，個體咧就需要通過更加困難嘅方式去提升自己嘅意識，靠自身去不斷領悟同埋頓悟啦。嗰啲擁有開放心態、敢於接受更多可能性嘅人，往往就會喺無意之中得到更多嘅智慧同埋啟迪啦。
哇，講到我口水都乾埋啊！今次仙女星座人咧講咗好耐，但係仲未完，因為仲有最尾一篇文章要同大家分享，就係講緊咧究竟大家會唔會係仙女星座人嘅星際種子啊？咁前面嗰啲咧背景資料我就唔再重複啦，咁直接就講仙女星座星際種子嘅人類，地球人類有咩特質啦？仙女座星際種子，咁我以後簡稱咧星種就得啦嚇。被認為係其中一個最自由、最難被束縛，同時亦都最具醒覺力量嘅群體啊。同其他比較有結構性任務嘅星種，譬如天狼星啊或者大角星人唔同嘅，仙女座星種最核心嘅特質就係自由啦。佢哋重視自我表達、多樣性同埋靈性嘅成長，唔中意被制度規範或者權威限制。如果你一直覺得自己同主流社會格格不入，甚至抗拒被控制，又或者你對世界有一種呢個唔應該係咁嘅直覺，其實咧就已經好貼近仙女星座人嘅特質啦。仙女座星種咧，通常會展現出幾個非常明顯嘅性格同埋能量特徵嘅。首先係對自由嘅極端渴望啊，佢哋通常抗拒權威、規則同埋限制，需要高度自主嘅生活方式。一旦咧被壓抑，就會覺得窒息噶啦。其次係強烈嘅流浪者本質，佢哋會喺現實之中咧不停去旅行，而且咧仲會喺精神上面追求新領域、新知識。佢哋都好難長時間停留喺同一個地方嘅。再嚟咧就係直覺能力啦。好多仙女座星種天生對能量敏感，可以讀懂其他人嘅情緒，甚至接觸占卜、通靈或者能量療癒等等嘅領域。佢哋亦都通常好有創意㗎，思維咧好跳脫㗎，唔中意咧走傳統嘅路線，更加傾向開創屬於自己嘅道路。藝術啦、寫作啦、設計等等創作嘅形式，往往咧就特別吸引佢哋㗎啦。同時佢哋帶有一種反叛嘅精神，會質疑權威、挑戰社會嘅框架，並且傾向支持自由、平等同靈性醒覺嘅理念。不過咧有趣嘅係，佢哋雖然富有同理心，但係關係上面咧反而可能會比較抽離㗎。佢哋感受到他人嘅痛苦，但係未必願意深度嘅依附，因為自由對佢哋嚟講太重要啦。哇！呢一點咧簡直咧講到我心坎入邊啊！佢哋嘅使命咧唔係普通嘅人生，而係集體嘅醒覺。根據靈性嘅講法，仙女座星種選擇嚟到地球並唔係隨機，而係帶住一個好清晰嘅使命。第一就係打破舊有嘅模式，佢哋會質疑社會洗腦，鼓勵人類獨立思考，擺脫恐懼同埋限制。咁啊呢一點咧，我就覺得真係同其他我之前介紹嘅外星人咧係有啲唔同嘅嚇。咁繼續第二點啦，傳播更高嘅智慧，透過分享宇宙觀、靈性知識，甚至創作內容，幫助人類理解多維度嘅存在。第三，啟動他人嘅醒覺。有人認為仙女座星種本身帶有一種能量嘅頻率，可以喚醒其他人內在嘅潛能，好似一個催化劑咁㗎。第四，推動創意同埋自由嘅生活。佢哋會示範一種唔受框架限制嘅人生方式，鼓勵人咧去追尋真正嘅自己。但係其實現實咧，佢哋其實活得都幾辛苦㗎。雖然聽落咧好似好高維，但係仙女座星種喺地球生活，其實咧都經常面對困難嘅。最常見嘅就係格格不入呢一點啦。佢哋會覺得自己唔屬於呢個世界，甚至出現孤獨嘅感覺。其次就係對承諾嘅掙扎啦，因為太重視自由啦，佢哋可能咧難以維持長期關係或者穩定嘅生活。仲有一種咧持續嘅不滿足感，地球嘅節奏太慢啦，太多限制啦，令到佢哋覺得煩躁甚至迷失。咁又令我咧諗起香港人啊，香港人嘅節奏就出名快噶啦，去到其他嘅地方生活咧，成日都嫌人哋太慢啊嘛。咁我繼續啦，對權威嘅抗拒，亦都會影響佢哋喺工作、學校或者制度入邊嘅適應能力嘅。最後佢哋對能量咧係非常敏感噶，人多嘅地方、負面嘅情緒，甚至城市嘅環境咧，都可能令到佢哋感到疲累噶。咁如果你係呢一種嘅星際種子，點樣可以活出自己嘅人生呢？如果你覺得自己符合以上嘅特質，其實唔需要咧急住咧就貼個標籤俾自己個噃。你咧可以試下用以下嘅方法去平衡自己嘅。首先就係要落翻地啊，多啲接觸大自然啦、冥想啦，或者做啲令自己穩定嘅活動，幫助你唔好完全飄離現實，即係唔好咁離地啦嚇，唔好成日話自己係外星人啦，我咧同呢個地球格格不入啊。講多次啦，嚟到地球一係你係帶住使命嚟嘅，一係就係折墮嚟噶啦嚇。咁折墮嚟嘅意思即係咧業力嘅牽引啊，令到你要嚟到呢個三維嘅世界啊嚇。點都好，都係咧活好自己。咁下一世有得揀啊，咪離開地球咯，又或者下一世帶住呢個使命繼續喺地球工作咯。咁所以咧，
我哋呢個當下唔好咁離地咁飄飄然啊嚇。其次咧係平衡自由同埋穩定啊，你唔需要完全跟社會嘅規則，但係亦都要建立一個基本嘅生活框架，先至可以長遠發展嘅。最重要係信任自己嘅直覺，你嘅內在導航可能咧比外界嘅標準係更加準確嘅。同時揾同頻率嘅人都好重要㗎，一個理解你嘅圈子可以減少孤獨感嘅。最後將你嘅天賦用出嚟啦，無論係創作啦、教學啦、療癒或者分享，只要你幫到人，你就已經係做緊你自己嘅使命㗎啦。今日嘅分享咧，終於完成啦！我係冇 skip 到咧任何一篇我已經咧係選擇咗嘅文章啊，冇偷懶啊！咁如果大家有聽開發現好咧咁多個外星種族嘅介紹，係咪覺得好似發姐係最中意仙女星座人呢？其實我真係幾中意仙女星座人，因為咧佢有嗰種對自由意志嘅尊重啊，而且靚啊嘛，而且又唔會食蟲啊嘛，係咪先？但係點都好咧，我覺得佢哋係屬於天人嘅境界。而仙女星座人咧，另外一個令我好有反思嘅地方，頭先都提過，就係佢哋唔係一生出嚟呢個種族就係愛與和平嘅。佢哋都係經歷過戰爭啦，經歷過俾一啲嘅野蠻嘅民族統治啦。佢哋冇因此認命，而係去突破自己，去揾到一個適合自己長住嘅地方。呢樣嘢令到我好感動。戰爭過後，佢哋醒覺，發現互相嘅鬥爭唔係一個解決方法，只會令到全部人一齊攬住死嘅啫咁。所以佢哋就醒覺咗，而且係步向愛與和平嘅道路，成為咗宇宙一個咧差唔多係最高愛與和平嘅一個種族啊！所以呢啲故事咧，我先覺得有啟發性，即係一嚟到就愛與和平咁樣，我係好難去有共鳴嘅咯。但係咧，仙女星座呢一個故事，佢哋行過嘅道路，其實咧好值得我哋地球人去借鏡嘅，去反思嘅。我哋地球仲未嚟到末日嗰一刻，我哋未玩殘地球嘅時候，我哋就應該而家醒覺，唔好咧好似佢哋咁遲先至醒覺啦。咁啊，另外咧再同大家講下啦，其實咧喺發姐嘅印象當中有好多唔同種族嘅名，譬如之前講嘅昴宿星人啊、大角星人啦、今日講嘅仙女星座人啦咁，其實咧呢啲名咧喺我腦入邊咧已經係留咗好大嘅印象。但係邊個打邊個啦？然之後咧佢哋邊個種族咧背後係經歷過戰爭啦？其實我係完全搞唔清楚嘅。今日我喺度同大家分享嘅時候，原來仙女星座人就係嗰個俾人被逼離開原本星球嗰個咁樣。咁啊，所以咧喺同大家咧係分享外星文明當中咧，其實發姐咧都喺度整理緊自己一路以嚟咧聽埋咁多嘅外星資料嘅。咁啊，呢度好開心同大家分享啦。咁唔知咧呢一集會唔會吸引咗呢個咧喺地球上為數十分之少嘅仙女星座嘅星際種子嚟聽啦？咁歡迎大家喺樓下留言啦，亦都祝大家係活出自己喺地球上面嘅使命同埋生命。有陣時唔講到咁偉大係使命啦，你喺地球上面活好自己，其實咧都係無意中影響咗好多人，得到你嘅啟發嘅。咁今日嘅分享去到呢度啦，我哋下次發現號再見。下次發現號咧會同大家更新一下教授對於3i Atlas 嘅一啲補充啊嚇。咁我哋下次發現號再見，拜拜。